首先呢個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擺到4至6人飯枱。廚房嘅地方有雪櫃、焗爐同埋呢個爐頭、抽油煙機、儲物櫃。客廳嘅地方一邊放梳化，一邊可以放電視櫃。前面就有個露台，可以欣賞到針山嘅景觀。洗手間有燙衫板同埋洗衣機，幾缸設計，方便能用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後，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佢亦係對住針山嘅景觀。第二個房間較第一個房間大啲，放完床之外，仲有位置放衣櫃。呢邊有個工作平台，對住就係針山嘅景觀。